下個新聞今日來到推動呀，我哋更加愛來訪問嘅係國民黨提名，同時也愛競選連任嘅鄉議院長王建廷。各位鄉親大家好，我係王建廷，推動院長。縣長，您是不是可以先跟大家統整一下，就是您任內達到了哪些您原本的客家政見，你已經做到了的？那之後如果您連任，您還希望怎麼做？其實我必須講，我在整個施政的過程當中，並沒有太去區別族群。我覺得族群本來就應該融合，整個台東的發展是要讓所有的族群都要受益的。只不過客家的這樣的一個族群，它我們必須要比較注重的，應該是它在文化上面的傳承這一方面。台東有一個客家文化園區在池上，這個園區怎麼樣讓它去活化？其實不讓它只是一棟建築物啊，但是卻沒有功能啊，這是過去這些年來我們努力的啊。然後我們這幾年辦客家好米收冬季，這個客家好米收冬季啊，辦了4年下來哈，非常成功啊。它已經是現在是國內的12大這個客家節慶之一了啊。那我們每年都努力在這個內容上面讓它更豐富。我們在談文化的同時，其實它背後真正關鍵的因素是經濟。如果你在地不能夠有好的經濟的發展，你連人都留不住的時候，你看到的就只是老一輩的逐漸的凋零，然後年輕人都到外地去了。啊，這個問題，我覺得才是我們在探討文化背後更深層的一個關鍵啊。當生活無以為繼的時候，去高談文化是緣木求魚的。所以台東這幾年，我們選擇用觀光來帶動整個台東的發展，那是一個政策上面的策略啊。它的目的真的不是只有在提升台東的知名度，不是只有讓觀光客來台東玩得很開心。其實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因為這樣帶來商機，吸引投資，創造就業，然後讓年輕人回流。當這個現象發生的時候，你才可以更強有力的去推動文化的傳承。台東這樣子好山好水，一旦牽涉到開發發展，其實它就會有另外的聲音出來，大家很怕破壞了這個好山好水。那尤其前幾年美麗灣的度假村的開發更是沸沸揚揚。那您怎麼去看台東怎麼樣去開發？是您覺得它是 OK 的規模，它不會破壞，它又可以帶來發展？您的想象是怎麼樣？我們自己很清楚，台東的觀光之所以能夠發展，而且能夠永續的發展，必須要它的前提就是它的環境嘛。假如我們在發展的過程去破壞這個環境，那將來就無以為繼了。所以這一點我們很清楚。我們台東縣政府在2年前就提出了一個景觀管理自治條例，也通過縣議會啊。那這個法是我們縣的這個自治的單行的條例啊。那它的精神跟它的重點，基本上就是要在台東的縣內重要的景觀地區啊，那麼任何的開發案啊，或者任何民間的建設，除了現在中央的環評的這個建築的土地使用的相關的這些法律以外，台東自己還要有另外一個把關的機制啊。因為現在有很多的案子，可能他一來土地合法，環評通過，依照建築的規定，他就合法了。他要怎麼做，你是合法的啊，你也沒有辦法你阻止他。我們相信有這個條例的把關，將來台東的這個朝觀光產業這個發展，會是比較有前瞻性，比較在管控的範圍。我也不願意
几年之后回头一看，怎么台东满山满谷被盖得不成样子？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如果是美丽湾的例子，它在这个条例里面是会通过的吗？美丽湾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个案。今天来谈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我赞成或反对了，已经在那里了，老早已经盖好，几年前都已经盖好在那里了。所以今天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角度是不一样的啊，已经盖好了，县政府跟人家签的合约啊，那能不能营运？现在变成是一个，而且已经走到诉讼了嘛，走到诉讼了啊。那所以，因为这个案子目前是在法院啊，有两种可能的状况啊。假如迟不能够营运，或者法院这个如果判下来是这个是环评是无效的啊，必须要继续再做下去，或者是从此不准再环评，各种可能的状况。假如说是会让饭店没有办法继续经营的，我们看到一种可能性就是企业可能就回过头来要求跟县政府来求偿了啊，因为当初是台东县政府邀请人家来盖的嘛啊，那如果真的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得去面对这样的一个跟企业之间的一个诉讼。假设法院的判决，行政法院的判决是可以让这个饭店营运，那么接下来的课题就是怎么样用最高的标准啊来管理它，来监督它。我们说到这次选举，不管台东的基本盘，或是其实大家在媒体上看到民众对您的满意度的评价，其实您这次赢面都很高，您怎么看？我们这几年在台东的施政是受到民众肯定的哦。那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我觉得如果大家真正去注意我的施政满意度，第一年是很低的，刚当选刚开始的那一年，然后慢慢上来，到最近这1-2年，真的是成果出来了以后，民众才愿意去肯定我。民众对我的期许，愿不愿意让我再连任，其实是在检验过去的5年有没有做到成绩嘛。如果我过去5年没有做到成绩，就算我现在每天不上班，整天在外面跑，整天去外面拜托，大概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吧。我想这个应该就是民主的走到台湾的民主走到这个阶段，应该是要能够更以这个实际的成绩来做我们选民是不是检验你的那样的标准啊，是不是愿意再投给你的标准。